大家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7日公司早起新闻，我是柯恒珠。一开始来关心今年第4号风台木温已经形成，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各地拢会落阵雨。气象局表示讲，风台未来会豆豆减弱，也毋过伫咧南海附近的西南风兼高水气吹向咱台湾，所以会落雨，爱等到拜五了后，雨才会豆豆停。今年第4号风台木恩正式形成，气象局路线预报，木恩是以每点钟13公里速度继续向西北西方向刷叮当。会伫这2天进入越南北部甲江西附近，强度会渐渐减弱，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明天的话，由于受到西南风逐渐增强的影响，因此呢，在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东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则是多数都是以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为主。根据气象局监测，观点开始到下晡，累计降雨上侪近10名，大部分伫台南市甲高雄，其中台南的安南区累计雨量有150.5毫米。气象局表示，虽然风台渐渐减弱，不过再几天，南海附近的西南风也是替台湾带来水汽。大气的一个环境其实看起来还是要持续到这个未来下个礼拜左右等到下个礼拜末之后呢，太平洋高压势力重新再增强之后，我们的天气形态才会稍微转变，比较稳定、比较炎热的一个天气。气象局嘛预测，整台拜五了后，雨才会落较少，不过各地中到过后也是有短暂雷阵雨，由于中南部受到西南风影响，较会落大雨。局部地区甚至会落大水雨，要到西到下礼拜2了后，天气才会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看起来要等稳定的天气，阁要稍等的。即马咱先来关心木温风台上升的位置。一旦看到目前木温风台伫咧越南北部，会继续向中国的江西、云南行去，威力会豆豆减弱。虽然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风台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所以要特别注意。落雨方面，中南部今仔日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的所在是多云，不过过头了后，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的方面，高温今日大概是31度到34度左右。昨昏南部雨是到几那阵初国明，加上昨昏是旧历初一，海上、高雄甲屏东的沿海有海水倒灌入来情形，东流线嘛有受到影响。台南因为气流较旺，强风是甲铁皮厝顶规个吹起来，害2400户停电，好佳在无人受伤。清洁队派车要清除涂骹这片铁片厝顶，早起9点外，台南真地风雨正强，这片厝顶向被吹落来，造成附近超过2400户停电。发生怎飞起飞起咧，迄风大船卷起嚟啊，卷起船，飞对遐去啊。二楼嘛滴落啊。规个拢淹水啊！无厝顶厝内底咧落雨，将厝子淋甲淡糊糊，附近民众一开始以为出现假烈风，不过气象站观测了后，确定是气流旺盛所造成。这种强阵风呢，有可能会把比较不坚固的这些屋顶啊或什么的，把它吹翻都有机会。那我们的资料看起来，今天仁德呢，在9点多10点的时候是有一个强阵风，大概有达到7级左右。受到热带低气压加西南风影响，南部出现真侪摆暴雨，高雄基顶就因为透早落雨加上大楼，海水淹入楼家，雨甲在深度只有千几公分，无淹入厝内。不过伫屏东东港，大涌道拍到了尾头，东流线单纯的所在加花桥市场拢受到影响，路面也阁积水。伤寒啦！伤寒嘛，电动当作做迄围墙动拢无爱。阮来的时阵已经破到乱七八糟啊，所以阮来拢整理啊，拢已经拢长好啊。啊，地阮甲搬去啊，啊无这拢扫来伫遮。因为海象实在无好，客轮早起宣布上班下晡2点停航，真侪游客被迫提早离开小琉球。排了好久，我们10点开始排到最后一班。被那个浪比较大溅起来，我们站一排，刚好都被喷到衣服跟脸。
风险实在伤过大，为了安全，部分客轮也将落船的所在改到附近的叶埔渔港，顺利完成收分。不过4号天气依然是不稳定，航班深受改动，客轮公司会继续注意海象。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九州是受到黄霜雨方面的影响，这大雨嘛已经落几日日，各地头拢有传出水崩山、土石流，也是地基流失的状况，嘛有民众因为安尼死亡。日本的政府已经要求250万民众要赶紧去避难。溪水一直溢出来，流到街路。日本九州这几天一直落大雨，鹿儿岛县内山区传出发生土石流，有民众因此死亡。各部分路段和绑起的土石冻掉。离大理川的爆发已经绑起，另外嘛有几条的河川的水位超过泛滥危险的关度。いつどこで大規模な土砂災害、そして川の増水氾濫が起きてもおかしくない極めて危険な状況に県内はあります。一人暮らしの高齢者の方々もたくさんいるわけでありますので、ぜひ近所の方々が声を掛け合ってですね、早めにですね、明るいうちに避難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受到黄霜雨方面地流影响，日本九州为6月28号开始，九州南部就一直落大雨，到这个月3号下晡2点为止，累计雨量已经超过1000毫米，等于超过当地7月份几个月雨量。和鹿儿岛、熊本、宫崎3个县拢发布了土石灾害警告。因为鹿儿岛在26年前捌发生过8流水灾，造成48人死亡，1人失踪。22年前嘛因为大雨土石流，造成21个人死亡，和各地政府真注意。鹿儿岛甲宫崎县针对部分区域的99万居民发布了4级的避難警戒，另外有144万人是3級的避難警告。やっぱり一人暮らしだけにですね、ちょっと横に堀川がですね。そこに水がたまるのは怖いけんと思ってですね。大雨后，JR 基督线部分铁轨路地基被掏空，已经停开区间列车。九州新干线熊本到鹿儿岛车班嘛停开，也是减班。目前已经有部分公司要求员工到4号为止停止上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嘛伫个内阁会议讲，会予14000名自卫队甲员警提名，随时支援救灾。日本气象厅预估方面会停留到6号，在这段期间可能会一直落大雨，要求民众家己的命爱家己救，赶紧去避难，莫等到大雨特别警告公布，到时阵可能会被呼走。记者陈世东报道。再来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拢在报啥？先来看联合报。调查局长期监控发现，咱国内有一间工程公司，参照互中国吸收，透过包国军的工程，涉嫌污染军事机密，甚至吸收军人去发展强谍组织。这间公司的2个负责人已经拢互受压。再来看自由时报，地法院临时会三读通过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新增加电子卡条的监控，限制活动的区域，要交出护照、禁止处理财产等4条防止滥港的机制。再来是《苹果日报》，来看的是有英国的顾问公司公布2019年第3季上强护照的排名。日本、新加坡排第1，咱台湾排伫第30名。台铁第一站8点外，伫一台往北的自强号顶悬，有一个54岁的查甫人，甲列车长因为补票的问题去冤家。列车长找铁路警察来到嘉义站的时，这铁路警察上车去处理，没想到这个查甫人雄雄提出刀啊堵伤这个警察。这警察因为伤势伤过严重，今日透早过往。你又无票，你落啊叫你，互你坐到嘉义啊！你又无交派，无你要坐到地啊！列车长发现旅客无买票，要求伊落车，不过伊不爱一直骂。列车长赶紧叫铁路警察指挥到嘉义站，省里铁路警察上车处理，想不到冲突愈激烈。警察用双手甲压制，不过这个查甫人提出一支刀啊攻击警察的腹肚，伤势严重。路警受伤，赶快！路警受伤了，给我下来。他的伤口可以先帮他压住。加油加油！结果身上有看到是上腹那边有，类似刀伤，大概5公分，
内脏鱼跑到外面。他要找那个陆警那个啦，说我们被盖扁啊，被告老病扁，后来就刀子拿出来了。民众斗3天将嫌犯压制伫月台，一个继续的向伊送警察局。这个是单纯的一个补票纠纷，不是随机杀人的一个案件。就像警察伫今日透早因为伤严重已经死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中央航空罢工第15天，针对空服员参加罢工交出的证件，即马伫咧倒柜，敢有法度摕转来？工会按算今仔日10点要出面说明。公司这一边昨昏是公告讲，欢迎地勤转去做空服员，要增加人力。而现在眼泪擦干，向前看，姐妹团结站出来。唱歌爱大家团结，这星期三暗时中央罢工的现场，罢工变作长期抗战，当时中期协商也无消息。对中航空连续2天对外展裁，如果对来欢迎地勤转空勤，工会代表表示公司该照计划找人，无特别的意见。不过因感觉消息出来时间有超过的意思。我觉得公司刻意在这个时间点放出这个消息，其实是要刻意的让我们在罢工的会员有动摇的心情。对，我觉得很刻意。长荣航空这边有很多组员跑过去空勤星宇的空勤，所以本来人力就有缺乏，所以我们对于地勤转空勤这部分，它也是招募的一种，所以我们是抱持着没有特别的意见这样。中营向媒体强调，甲罢工无关系。过去嘛捌鼓励空地勤交流，空服学员招募作业为一礼拜开始，对来对外有计少200人，为8月下开始报道。中营目前嘛公告取消7月11到19 550个航班，超86900旅客受到影响。不过强调7月运营已经提升到7成，因为渐渐有罢工的空服员要回来做事。好，那我们真正想回来的还有600位有表态了嘛？600里面有包括先拿到400是已经拿到了，另外还有200个他们还在排队啊，因为他们现在就一直在拖延啊。中营声明讲，目前有400个空服员，家己而且透过公司协助，将3宝提登去空服部报道，这人已经摆入大名班表。不过工会强调，共有113个人将3宝提登去。嘛，环保保险公司早就伫6月底，甲工会解约，将规箱的3宝交回风声。通知空服员只工会昨日表示，这礼拜5要招150个罢工空服员，为南坎行到总统府，向蔡英文总统陈情，希望政府会当予劳工保障。交通部这是搁一摆表示，劳资舰队未来卖个生效做记号，已经有部分共识，都应该赶紧结束。固然这个是一个民营公司内部的劳资争议，可它对于旅客跟旅行业者的影响，它的外部性的效果这个伤害是很大。交通部估算，就算罢工结束，中营上无爱2礼拜调派人工，渐渐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根据中营航空公告，罢工到达已经取消527个航班，影响旅客243731个人。记者综合报道。搁一要紧的大代志来看香港的反送中示威。7月7日，民众冲去占领立法会，引起国际注意。有可能会接替的以假做后一个英国首相的前外交部长 Johnson， 昨昏嘛公开支持香港人。I think tha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perfectly within their rights to be very sceptical, very anxious about proposals for extradition to the mainland that could be politically motivated, that could be arbitrary, and could infringe their human rights. And so, yes, I do support them. Johnson 是公开支持香港人，讲愿意为因发声。针对此一大有形发生的冲突，香港警方昨暗表示讲，因已经抓到12个人，上细汉的只有14岁。攻占立法会的部分目前有抓到1个人。另外，伫网络顶端散布警方资料，攻击警方网站的民众有抓到9个人。香港反送中运动自6月份开始，面对中国这么压迫，即马阁有香港人想要移民。有业者就讲，6、7月份办理移民的说明会，报名人数加1倍。
呢一啲嘅手續咧，其實我哋會喺台灣度會幫你安排，你飛一次去台灣就。會場內底就真濟香港人斟酌佇聽台頂嘅說明，要了解辦移民嘅方式，還有需要什麼文件，問伊是安怎想要移民，真正是三聲無奈。这个政治上变动得很快，所以好像每天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新闻，所以希望退休找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住下来这样。你都知道今年发生了很多事嘛，所以我不想送终，所以我就想买一个保险了啊。香港从6月份开始，小连发生几啊届反送中的游行甲冲突了后，业者讲最近办的这几场移民的说明会，逐场拢伤侪人，报名人数甲4个月比起来翻倍成长。客户可能是2、3年前听说明会的，突然间就找回我们说 ，Jeff， 我现在差不多可以行动了。那最新的个案就是说，我本来有一个是9月份要去才打算去申请的动作的，现在他提早到7月份这样子。业者是无观察2014年雨伞运动，甲2016年发生旺角骚动期间，拢捌出现过移民热潮。林地外国当选特首了有较减退，如今发生反送中的抗争，移民的趋势搁一改变悬。离香港无远，而且语言真小我的台湾，嘛是香港人移民的热点。根据台湾移民署的统计，2014年香港人定居台湾的人数超是600多人，2016年是超过1086人，了后每一年的人数拢维持1000人以上。移民都是一个不简单的决定，但是如果香港的情况没有改善，继续恶化的话，他们会觉得如果移民某一个地方，可能不是从前那么多。财产过去那么多，可以负担得起的话，他宁愿放弃在香港可能薪水可以是工资不太高的这个工作，然后移民到新的地方去重新生活。学者表示，真侪香港人因为对政治气氛失望，却阁无法度改变，佮加上物价真悬，生活成本伤悬，不得已干会当选择离开家乡。而且大多数拢是高学历的分子。未来香港的局势若是无改变，移民的状况敢若会继续扩大，嘛有可能进一步减轻香港人才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2000年库斯科号的畅水船爆炸了后，俄羅斯海軍即馬佫傳出意外，這是一台科學研究用的暢水船導火，造成14個海軍死亡。这是2014年俄羅斯總統普廷在巴倫基海北方艦隊根據地北莫爾斯克港9月暢水艦官兵的場景。知影北方艦隊8日的時陣發生一個導火意外，讓14個官兵來死亡。普廷隔頓講取消所有的行程，調見國防部長來說明導火原因。На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м глубоководном аппарате Северного флота произошел пожар.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отравления продуктами горения погибли 14 моряков-подводников. 羅西亞國防部長表示講，這隻科研暢水艦迄當陣當地巴倫基海領海進行海底探測嘅任務，火勢經過官兵犧牲了後順利來拍發，目前已經登去北莫爾斯克港來接受調查。針對這個代誌，普廷表示真遺憾，而且要求國防部長必須要親身去北莫爾斯克港來主導調查嘅行動。Это большая потеря для флота, да вообще для армии. И я приношу самые искренние соболезнования семьям погибших. 羅西亞北方艦隊一向攏真神秘，官方嘛無公布這個出代誌的暢水艦的型號，嘛無公開迄當陣面頂到底有偌濟官兵。啊，毋過羅西亞媒體報道，有可能是核動力 AS-12級的9型精靈馬號，是北方艦隊的特種暢水艦部隊。啊，毋過羅西亞一直無承認這批特種核動力暢水艦的存在。普廷為着要提升國家的實力，最近這幾年開真濟錢換新軍方裝備。小型的深海暢水艦會當佇1000公尺深的海底來作業，啊，毋過一般攏會配無艦做伙。這個出代誌的地點巴倫基海，在2000年時陣嘛捌發生過庫斯克號爆炸沉落的意外，迄當陣船頂118個人全數罹難。記者綜合報道。雄雄有遺體按天頂落落來，就落伫咧英國一間人家厝，互這厝主帶一條。警方後來確認，死者是一個非洲偷渡去英國的人，因為伊米伫咧飛行機按肯亞飛去英國，飛了9點鐘，在過程中死亡。全在飛行機降落前10分鐘，按天頂摔落來。為相片中會當看到地面的態度，乃入去一個坑，無人想會到頂禮拜日天氣真好下晡，竟然會有一個疾病遺體為天頂落落來，落在英國倫敦南部一個徛嘅後花園，弄到塗骹的聲音真大聲，互附近的民眾攏驚一條。
We were aware of a loud bang. I do understand that the neighbours are quite shocked by what happened. Obviously, I understand that the owner of the property concerned, who was sunbathing at the time, is obviously absolutely shocked. We do have a lot of planes coming over here quite often. 听起来真奇怪，按个警方调查，真紧就刷锁，死者就可能是一个飞行机偷渡客，为肯亚首都奈罗比就肯亚航空一架飞往英国班机，飞到外9点钟了后，伫飞行机到希斯罗机场进前差不多10分钟，尾场的地点下落到地面。按过为身体疾病程度来看，唔知影已经死去偌久咯。有关单位伫偷藏起来空间，佮发现敢若是伊的骹棒、水佮食物。 发生这款代志，让人感觉真危险。 I find it quite sad that our young people have had to resort to try and get better pastures and greener pastures out of this country, and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are not even able to afford going there, but that they have to hide and put themselves through dangerous situations just so that they can evade the they can run away from this country. 类似事件伫伦敦唔是第一摆发生，2019甲2012年拢发生为非洲班机来偷渡客，为起落架搬落来异化。专家表示，差不多75%以上飞行机偷渡客拢无到换落来，因为因哪会克服高空中空气少状况，佮忍受真高温度，到真少的人会当换落来。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咱来看有业者要伫咧森林水南尖石卡社区设大型的饲鸡场，不过这是引起在地民众反对，也被布条抗议。民众是烦恼讲加塞的污染环境，要求停工。机场滚出去！900名森林水南尖山卡社区的民众也被布条大声抗议。民众不满，未来才会起2座大型的饲鸡场。抗议民众指出，虽然森林管府撤销饲鸡场的许可，也不过伫业者向农委会提出诉愿成功了后，让原本已经停工的饲鸡场再度动工。 这个结果是农委会这边的诉愿委员会做成的一个决定，是驳回我们原来县政府把它撤销的案子了。县政府也不得已，所以就是要恢复原来容许的内容。饲鸡场业者原本登记要饲40万只鸡。 后来说变更，剩9万多只。民众质疑业者是为着要闪避法规，无要设废水处理系统，要让污水直接排到大排。伊本来申请是40几万只，即马因为要开这污水处理，所以伊用甲减了。业者表示，饲鸡场是合法申请，按算10月会完工。抗议民众讲会提出行政诉愿，为着社区的环境抗争到底。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有一位新景点，和网友合作困去的战车真唱。这几日就有游客爬起伫顶头要翕相，引起批评，讲破坏风景，而且无公德心。退休的演10倍地红鸟战车倒伫金门后厝山坡地，网友甲军事迷甲合作困去的战车，平常时爱水退才会看得到，但最近所有游客爬去战车的炮管顶悬翕相就梦。 那网友批评，民众也认为因的行为是真幼稚。他们这个行为有点过于幼稚无聊。如果因为他们的不当使用造成损坏，我觉得这样以后的人看不到，我觉得这样很可惜。自民国41年，国军接受美国 M18地红鸟战车，正做增加部队主要战力。这台困去的战车是民国86年拖来后厝山坡地，当作是反电力作战的教材。 后来的老店家变做今仔日的模样。就这独特的战地景观来讲，全金门只有这一处。你后续要再找到这种，后续不可能有其他类似厨余的战车会拖来海边返。针对有游客爬起战车的炮管顶悬翕相就梦，也让金门的在地人感觉真伤心。官方除了呼吁游客爱保护风景，更因为战车长期泡淡水底，酒驾真严重。 可能会受伤，真危险。我们对待这台曾经保卫台海、保卫金门的老装备来讲，我们要用一种蛮尊重它的心态，千万不要再去攀爬、吊挂。捌是保护台海金门的老装备，即马煞互游客凊彩爬来爬去，破坏速度是愈来愈紧。
未来若想要参观，也可能只有对相片才看有咯。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金门的大打岛今年3月份开放观光，严格逐工只有100个名额。为着以期治安，伫遐设了派出所，这嘛是咱国土上西边的派出所。对小金门历史出发，船啊载着旅客一路驶到大打岛，这离中国厦门无甲5公里。人讲是前线中的前线，离岛中的离岛。因应大打岛开放观光，全国上西边、上远近中国的派出所——大二大派出所，初二启用。那么我们也知道，大二胆岛曾经是海峡中线最前线的一个阵地。那么随着时空环境的改变呢，在今年正式的对外来开放，让游客可以透过预约的方式到大二胆上面来体验大二岛神秘的一个风情。今年3月开始，大打岛逐工开放150名旅客上岛。为着旅客安全设想，警方成立大二大派出所。这原本是军方的军火库，地点相当的特殊。员警逐工配合观光行程，做伙坐船啊上岛来巡逻。目前呢，这个大二胆派出所是由我们烈屿分驻所派员警在小金门随着观光船上岛来维护整个治安。大打岛阵地光景，吸引游客对远路来。这个美丽又阁神秘的岛屿，伊的景致变化，也是台湾历史的缩影。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白脸舞真好看到啊，所以伫台南新市就有一个种白脸舞的专家，伊叫做郑明堂。伊开10档的时间，救起来88丛的白脸舞手，还阁成立了白脸舞的文书工作室。这上好食。50年前，台南新市区四界拢会用看到白脸舞秀，不过即阵拢消失了。少年一辈正罕得看过或者是食过白脸舞。10多年前，新市里的里长郑明堂提出抢救白脸舞10年计划，成立白脸舞文书工作室，复育白脸舞，希望将熟悉的滋味找到转来。新市脸舞打脸舞个，就足摄足生诶，伊伫大来的生摄甜，新鲜诶，鸟啊痛诶，无就有点诶，这上介好食。白白搁掺一寡青色，生做细甲粒仔，又搁被叫做翡翠脸舞，在地人拢叫伊新市仔脸舞。经过10多年的抢救，成功保存88丛白脸舞老树，复育4公顷的新丛。阮这差不多种4公顷尔，1公顷差不多20丛啊，嘛1公顷1分20丛，1公顷才200丛，一共拄好800丛，但是毋是讲10丛拢会生呢，而且有当顾无好势，用无好势，生拢差不多800丛，才有400丛生就袂歹啊。伫咧白脸舞节的活动现场，白脸舞高人郑明堂特别运几若百斤的白脸舞、白脸舞杆，也有白脸舞茶，互民众食。这个真的是在平常市场都很少见到的。透早天拍舞，乌手徛水牛，顺煞摕家族，后体捡脸舞。台南新市人细汉时的生活记忆，经过白脸舞的复育计划了后，有希望搁再食到囡仔时酸甜涩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当年旧历6月初7、初8，伫咧云林口湖拢会举行看水庄，是要超度较早因为大海中过往的祖先。今年云林县府特别邀请各校的囡仔做伙来，要互囡仔人熟悉这个文化。小朋友专心摕着纸，将伊黏咧特边顶面，真专心来制作水针，就是为着要准备1年1度口湖看水庄的祭仪。为了云林口湖地区，每年到旧历6月7号和8号这2天，当地民众家家户户拢有准备水针要来办祭仪。就是要让那个缅怀先人，让那些水灾罹难的人爬上来，让他们超度。咱3站是有12尊的翁啊，这个升级升级再举起来到观音佛祖，伊就当做先财良女来转世，就是当去转世较好的子孙。云林县文化处表示，看水庄的祭仪由来是在西元1845年，旧历6月6号大雨无停，隔天初7搁持续大风搁大雨时节，就是云林口湖4号沿海地区，数千人因为天灾死亡，后来透过看水庄的祭仪，缅怀先人，
嘛要现代人时时的发生天灾警觉。让不只是我们在地的人，还有就是所有的人类去体验到，就是跟这个环境互相共存，然后去珍惜这块土地。文管府文化处表示，考核空水针在2008年由文管府定落为县内无形文化资产，2010年文化部嘛指定为国家级的无形文化资产和重要民俗活动。今年希望透过和小朋友做伙来搞水针，了解在地看水针的文化，麦当有传承的意义。记者为你报道。考古学、人类学界拢发现讲，红头树甲菲律宾的巴丹岛有真济文化真相同，这两个所在原住民可能有关系。红头树原住民伫顶个月嘛发起交流活动，也伫咧巴丹岛找到传说当中的祖先的墓。咱距离菲律宾巴丹岛上北边的岛就无甲100公里，拄地缘关系到后来考古研究，就会当发现两地住民可能关系真密。为着更加了解两个岛千百年以来的历史，咱所的居民头一届发起民间考古，要来跨海找找老祖先航海遗迹的行动。我们不敢讲说寻根，那至少说能够循着他的那个航海的那个路线呢，来走一趟。传说100年前达悟航海家夏本毕都利嫩带着军队跨海去巴丹岛一个小岛沐浴，煞甲当地居民发生冲突，结果死伫咧小岛面顶，毋过一直找无遗址。这个南苏的青少年，伫6月23开始跨海去巴丹岛来找两个岛拢无发现，而且搁伫咧半途中找无路，毋过拢无放弃。2楼即天伫一个无人小岛面顶，用行探过一个街树，拿了后，总算摕到传说中准形梦中群的遗迹，而且梦中的船头就是向南苏。在我们的推论是跟兰屿小笨皮多利人是非常有直接关系的联想。这是兰屿第一次用人力寻找史前遗址、祖先的遗址。安尼发现，互咱苏族人拢真欢喜，可能找到祖先甲巴丹岛100年前海上沐浴，搁有捌大过的岛。而且嘛证明讲，台湾甲菲律宾的南岛文化有真密切的关联性。咱苏人呼吁政府会当用文化甲观光的考虑，来推广咱苏甲巴丹岛的海上航线。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伫咧顶礼拜发生一件查厝火灾，造成2个查某囡仔死亡。嘉义查起的厝不止济，安尼敢无安全？也消防局是表示讲，其实厝拢有可能会火烧，重要的是爱把握时间，赶紧逃命。一间用茶器的房屋分布伫嘉义市的巷仔内底。嘉义市积极推动木刀复兴的文化政策，毋过顶礼拜日，嘉义市发生一件茶座房屋的火灾，造成2个查某囡仔刀伤未赴，不幸来死亡，嘛互茶座的建筑安全性引起大家讨论。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抢救，就发现是那个2楼的神明厅那边火焰就有冒出来。那因为是木质的隔间，所以火势扩散得很快。茶座的建筑较会引起火灾，而且火势佫拖甲真紧，尤其是真侪民众为着要加强结构，伫厝顶也是外壁加铁档，嘛会互茶座的建筑有佫较大的危机。若是发生火灾，可能会翕伫内底烧。扫茶座的建筑的学者是认为，火灾的发生无一定是建筑结构的问题，内部的空间、反应的时间，当然救灾动线都应该全面来评估。建筑燃烧的主角，还有就是火灾发生时候救灾的动线。那还有就是都市里面这个消防栓的配置、水压的问题，就应该用防灾的观点做一些规划。根据嘉义市财政税局的统计，嘉义差不多有1000户茶座的建筑，消防局嘛呼吁，自提火灾警报器的预警侦测，会当互民众带来逃生的黄金时间，鼓励民众爱到警报器，才会当减少这寡灾情搁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澎湖只开放700国军会当入海胆，也毋过自然生态保育协会发现讲，敢若开放3天尔就已经入了啊！学者建议讲，应该把这交予社区自主管理，县府讲会向这个方向来拍拼。马
马云海胆就堆伫个路边，民众提家私，先轻轻卡伊个外壳，刷地真细粒，甲海胆摕出来，最后洗洗咧。澎湖县7月初1一开放会当掠马云海胆，鱼港边就出现这款的景象。虽然会当掠的期间有2个月，但是学者观察，差不多伫开放3天内，海胆就被掠了了。这个互学者烦恼讲，敢若是禁猎阁无够，应该要推动社区自主管理为保育区。我们可能3天就采完了。那这样的话，你就不是一种叫永续性的采捕法，社区划出自己的保育区，那一起划2个区，今年采这个，明年就是采迷区，然后这样让这个另外一区就是总园库的概念。地平秀认为，要互海胆的资源永续，袂当干那规定会当猎的期间，以及掠8公分以上的海胆，需要有更加详细的配套。渔业署嘛表示，捌建议澎湖县政府安尼做。我们还是认为说，不要用像现在这种奥林匹克式的一种采捕你一开放大家就像赛跑一样，大家比说谁采的比较多应该是我们来定一个合理的采捕量。澎湖县农渔局表示，对去年就伫咧乌坎推动社区自主管理，限制掠海胆，会先对3个社区来试办，再到扩大。以这3个社区为典范，去推演到其他社区，这样形成一个带状的一个保护区。根据宣湖古达东的地面收指出，40-50年前，澎湖差不多有2亿条的马云海胆，但是要咧控制乌白猎所造成资源用要无去。但是海胆量减少，会造成藻类增生，直接冲击到宣湖的生存。当时不电大乱的时阵，宣湖的生态系都可能面临崩坏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看，国民党总统初选昨暗举办最后一场国情的发表会，主题是经济、财政、能源甲环境。5位参选人隆重表态讲，因支持应该继续用行动。国民党初选上后尾一场国情愿景发表会，初3登场，主题是经济、财政、能源，也有环境。5位参选人拢表态支持应该继续使用核能，在安全无虞以及人民同意之下，政府应该要继续使用核能，以及重新启动核四。我主张以法国为师，以减碳无煤为目标，以核养绿为方法。我当选总统，会立刻重启核四。我们希望有一天走向非核，但是在目前，我们必须核能是核尽启用，在核安以及积极处理核废的态度之下，我们核能核尽启用。有关能源的问题，我们应该积极发展绿能，务实使用核能。至于核四的未来，我们认为必须要由全民来做决定。电力要够，电价也要便宜，所以核四一定要恢复。我更认为，绿能的产业是我们未来发展经济重要的产业之一。另外，顶一场郭台铭提出世到6岁国家市受到各方面的批评，昨晚再度变作是话题的焦点。0到6岁的孩子，国家一起帮你养的政策，一定会实施，一定会实现。就算散尽家财，也是在所不惜。低所得的才国家养，这才符合公平正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花的每一块钱都是大家的钱。要不然就花掉下一代的钱。郭台铭董事长跟朱立伦市长互相指责对方不足的地方，我个人完全都同意。最后一场发表会，5位参选人拢出招向选民推荐家己。电话民调8号到14号举行，国民党和国阵营达成部分的共识。这段时间禁止示威，也有手机摆票，谁会代表国民党来选2020的总统，15号就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昨下晡是去新竹新丰的市场场，宣示讲咱台湾已经通过考题一个考验，嘛讲这是咱国人共同打拼的成果。经过22年的打拼，台湾的考题役总算成功破灭。不过目前市场的业者嘛是搁面对非洲猪这威胁。总统蔡英文下晡伫新竹县新丰乡视察市场调的时阵表示，考题役培将完成是大家打拼的成果。这个考验的是国家的意志，也考验的是我们的业者的决心，更是考验我们大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的用心。
农委会嘛强调讲，希望讲第一季会当互兽医师专业补助提悬到1个月8000块，而且甲兽医师补价到，安尼才会当确定所有政策执行到位。若拼国内的政策，面对总统大选压力车拼，进前国民党总统初选候选人郭台铭伫政见会提出中华民国破产的讲法，去互总统反击。下晡郭台铭佮批评讲，蔡英文面对负债情形，敢若会当用财政平衡经济发展，照顾人民街头性的进步等等的空话来回应。对这个代志，蔡英文认为，南亚东来初选针对执政者进行无道理，甲一寡情绪性的批评，这毋是一个好的现象。我是不知道，我们的郭总哦，他是什么样赚大钱的啦？好，不过他是确实蛮会花大钱的哦。那么这一次的初选里面，我们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文宣哦，让我们也觉得说，这个钱应该花的不少吧。蔡英文强调讲，虽然国际情势小可有改变，不过国家经济嘛是维持稳定的成长，税金收入有增加，政府一直拢有遵守财政纪律，才会当有空间进行减税，实施各项社会福利。伊嘛认为，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伫中常会内底批评民进党即马送的法案，拢是为着要得到选举利益，无顾民生的讲法，有淡薄无公平嘛无合理。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长郭本铁伊是带团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希望透过这个论坛来表达咱台湾的意见，化解两岸的问题。台北市长郭本铁3号早起到上海市副市长庄明亲身接机。郭本铁第一站到全球上大集会箱自动化港口阳山深水港参观，对港区智慧化高科技设施创造高效率，让郭本铁印象真深。吞吐量相当高啊！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它到最终可以一年可以达到600万个货柜，这效率实在是太高了。到上海，郭本铁特别发出行前声明，搁一摆重申5个互相原则，希望两岸互相谅解，化解无共款的意见，强调两岸交通管道中断，渴望借着双城论坛，互中国了解台湾的意见甲想法。另外，外团郭本铁将伫5号下晡伫虹桥夜宾馆甲各台办主任留结一会面，暗过郭本铁有留伏笔，爱大家继续看落去。这个明天的事，明天再烦恼嘛；后天的事，后天再烦恼。现在应该已经拟好，那你明天支持的时候？不会啊，我们通常最后1秒都还可以改嘛，对不对？所以紧张说，你明天还在啊？你又不是今天晚上就跑回去的，继续看下去。无到最后关头，无简单透露敏感的细节，随后一个赶往浦东新区城市管理中心来参观，进行市政交流。结束紧凑的参访行程之后，上海市长应勇晚上就在新国宾馆这里来宴请台北市长柯文哲。而在明天上午双城论坛开幕，柯文哲会不会提出新的两岸论述主张，势必成为各界关注焦点。记者王巧智、谢振林上海报道。礼拜二早三读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未来小众以上的军官退休了后，终身14人管制，袂使去参加中国的政治活动。若做出妨害国家尊严的代志，退休金会讨回来。过去体重副中捌伫台卡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讲，佮伫咧演奏对话国歌的时阵，徛起来致意，影响国内观感。立法院三读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包括规范捌做过国防外交、大陆事务甲国家安全相关副省长，也是少将以上的人员，袂当副中参加政治活动，甲对话政权的机会，挂来行礼，而且删除正义版的退离职满15年无受限制文字，变作终身限制，还佫管制无限中国大陆。违法的人会剥夺，还是追回月退俸。领一届月退俸的人，上悬会当罚1000万。真正伤害军誉、影响国家利益的，是站在5星旗前面，站在中共的党政军举办的仪式活动前面，那伤害了民心跟士气。假国安之名啊，行使选举操作之实，就是把那些退将拿出来痛打，就把它等于违反国安的一群的戴罪羔羊。另外，为着避免像前国强院长方明珠落任3个月了，隔离检底完定3年的管制年限，转入北京国强顾问。修法嘛通过退离职政务官，还佫直辖市长3年的管制年限，敢若会当增加，袂当减少。陆委会强调，讲修法已经伫详细范围以内，内管的人数伫2000人以内。我们是针对这个行为给予规范。我想，一个行为的规范，不应该有期限。我们对国家的忠诚。
应该没有保存期限吧。体重负重受罚佫包括申报制度，体力证涉及个案业务，而且有机敏性的人员，关节期满了后负重倒来台湾嘛是爱申报。陆委会表示，会予机关放领裁量权。民进党党团强调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法是完成政府个案5法的上后尾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南部天9日的疫情直探开，高雄各新增加2例，已经有31例，台南冒4例，这4例拢是捌去过东菜市的人，所以菜市啊休2天要来消毒。防疫人员一直抓药啊，虽然讲落雨可能影响效果，毋过高雄鹿特区新增1个本土性天9日，嘛是爱加强防治。鹿特区的这个个案是一个会运司机，甲台南东菜市群组感染的个案，拢是第2型天9日的病毒，佮加上伊逐工拢伫家己台南高雄往回，无排除是台南天9日的群组感染。是不是和台南的第2型虽然同一个型别，但是是不是有相关性？那还得靠中央他们把这个基因做一个定序，确认是不是同一个来源之后，才能够确定。除了会运司机以外，高雄拜三下晡阁宣布增加2例本土性的病例，其大地分别是三明区、左营区，2个人验出来甲进前群组病发拢是第4型，无排除讲疫情即马已经拖到三明区本河里，还有左营区蔡公里4khu位的社区。若是台南的部分是出现第4个染病的病例，嘛是今年度年岁上轻的个案，是一个敢若2岁的囡仔。不会，但是我会小心。比如说我会穿长袖或长裤，我就比较会穿，不会穿短袖短裤来这样。但是唔讲，阮的市场，阮的摊商内底也唔捌发生过，无一个摊商有发生过这个病例。大家拢讲的这也，阮嘛感觉足奇怪。又结果唔是拢阮遮在地的里面的。这个2岁囡仔甲进前3例病例共通性，拢是捌去过东菜市场。市府判断讲，东菜市可能是摊白网真高生的所在。除了休市2天以外，嘛会帮助这个人抽血检测敢是有染病。面对台南、高雄小连增加天9日的新病例，市长黄伟铁嘛强调讲，爱做伙合作。高雄跟台南这么近，唇亡齿就寒。高雄重感冒，台南会打喷嚏啊。从这次的疫情来看，我们都有很多共同可以经验交流、人员协助，还有这个经验可以互相交流的地方。高雄市表示，台南甲高雄有真侪所在拢真相我，针对这块区域，会甲台南市防疫人员做伙来合作，避免出现排挤效应，和防治部分出现漏交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桃园队顶礼拜才摕到中华职棒顶半季的冠军，昨昏雄雄讲要转卖换头家，顶队有开记者会，伊是讲要饲一个球队，靠一个中小企业是真吃力，所以为着球队未来设想，要找一个头家，嘛强调讲是换金主，毋是解散。南美国转卖消息一直咧传，领队刘介廷亲身来说明，专程是经验小几落届喘大开，一开始就宣告启动转卖程序。不时有时候会闪过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就没有勇气去把它就是真的说出口了。2003年加入中华职棒，为蓝鸟熊到南美国桃园，拢总摕到6届总冠军，最近7年就有5届。但是每一年了钱要挖一亿，对中小企业来讲是真吃力。为着让球队永远有竞争力，让更较有实力的企业来接手是上好。我们也逐渐的跟不上这个职业棒球快速发展的脚步，那也因此今天才会在这边。做出这个很困难，也很舍不得。无勇气讲出嘴的话，上痛苦的决定，因为无想要模糊焦点，才会选伫咧球季中间，甲选秀了后公布。未来不管什么企业要接手，无立场，干那希望留伫咧土壤。刘介廷嘛强调，球队是换头家，毋是解散。在企业正式易主之前。我们球队的经营一切也都会维持正常。年底我们也还有3连霸的目标要迈进。刘介廷讲，若是球季结束进前会当来转卖真好，但是即马是无时间表。若是球季结束进前无人接手，嘛会继续。离即马阁有3连霸的目标，也无到讲再见的时阵。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
根据统计，咱全台湾大约有27万的失智症患者。医生表示讲，失智症破病过程轻度3年、中度3年，尾仔会进入重度。也毋过民间团体就讲，假使若有透过一寡课程，其实会使放慢恶化速度。老去伴，演唱老情歌。对麦克真欢喜的唱歌，这是62岁屈先生上介意的休闲活动。伊10年前因为脑中风引起血管型失智，记忆甲认知功能衰退，落尾伊去随地学堂上课，透过专业人员的引导，屈先生毋但变甲更较快乐，失智的部分嘛，敢若维持伫轻度的所在，而且阁会当来担任会场的主持人。去那里上课很快乐，因为我去唱别人不会唱的歌，我就好快乐。随地学堂是创立伫2005年，是专门替轻度失智者啊，阁有家属设计认知促进课程。15年以来，已经服务13万的家庭。根据统计，八成第一届参加随地学堂的失智者，参加了后讲话数量、人际互动、参加程度等等拢有改善。第二届参加了后，超有3成的失智者会当继续改善，5成会当维持伫咧原本的水准，表示讲这种非药物治疗对减轻失智退化真有效。在很多的训练当中，它甚至是结合了，就是说认知功能跟生活功能整个结合在一起。那当然就是更能够看到，就是患者他能够在生活上面的一些进步。国内一共已经有429处。那我们随着时间的增加，我们会继续来扩增。国内在做共同照顾中心的部分，我们也会来持续的增加。医师表示，失智症患者药物治疗会当活化神经细胞，若是佮透过认知刺激，会当引导神经发展。临床的方面，捌有轻度的失智控制10年无佮恶化的个案，而且卫福部嘛强调讲，全台湾已经有400外个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拢会当提供认知促进课程。记者综合报道。越南非洲猪疫情只剩2个省也未封过着，差不多全国拢围着啊。即马越南媒体就报讲，因的官方已经研发出非洲猪的预防射，也毋过真侪专家怀疑这款讲法。伫全球拖真紧的非洲猪今年6月伫越南爆发疫情，到目前为止，越南全国63个省市当中，到2个省市还未去非洲猪入侵，为了避免疫情拖开。越南已经捕杀290万只的猪仔，差不多是全境10%的猪仔数量。啊，毋过捕杀未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越南嘛投入相关预防射研发工作，希望会当改变非洲猪无药通疫局面。越南国家电视台初日宣布，相关单位的预防射研究已经有初步进展。根据伫陕西甲越南北部3间农场测试结果，伫33只注射2筒预防射的猪仔当中，有31只健康的活落来，颠倒同一批农场无注预防射猪仔，落尾大部分因为病毒感染死亡，显示预防射有正面的效果。虽然讲官方对这款结果真兴奋，不过也是有不少专家态度保留，因认为要有更侪研究来进一步验证预防射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看2020东京奥运的主场馆，第昨天正式开放媒体去翕，目前已经完成9成，每年开幕、闭幕、电竞比赛拢伫遐。色彩丰富的观众席顶头有大型荧幕，2020东京奥运甲帕运主场馆，初3开放媒体入去翕，会当看到外观、内部大部分已经完工，加上运动场是还未铺草。で建物はご覧の通りですね、もうほとんどできてますので、あとは、内装とかですね、設備関係を仕上げに入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这座主场馆在东京新宿区3年前开始起，用1500亿的票，差不多新台票439亿打造，有30楼高、6万个观众席，座位分5种色水，上宽的部分电壳棒外形厝顶加插座年前，已经是今年5月完成。工程预定在今年11月完成。でこれを残りの5ヶ月でしっかり仕上げていくと。木を植えたり、こういった舗装を仕上げたりですね。主场馆正式完工了第一场比赛，也是每年元旦的天虹杯卡球赛决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天气啊！目前无云风台伫咧越南北部会继续向中国广西、云南行去，威力会大大减弱。虽然对咱台湾无直接影响，也毋过风台的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所以要特别注意。继续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
北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到3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